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釋經靈修。今次係21章1至27節。溫馨提示，大家可以下載講義，參考更詳細內容。耶穌騎驢進城，除咗表示應驗先知嘅話，同埋佢開始同宗教領袖全面決裂外，亦可視為對照當時君王凱旋進城。馬太以此帶出豐富嘅信息。耶穌騎驢進城，宣告佢君王嘅身份。馬太刻意提及2匹驢，強調每個細節都準確應驗，神嘅計劃唔會落空。喺羅馬文化，君王或將軍戰勝後會騎戰馬凱旋進城，為咗展示軍力同戰利品。但係耶穌故意用象徵、謙卑同和平嘅驢，為咗展現全新秩序，顛覆人間邏輯。帝國顯示武力，耶穌顯示謙卑。群眾期待軍事彌賽亞，耶穌反而展現和平之君。佢哋歡呼和散那，意思係求你拯救，期待大衛之子帶嚟政治拯救，卻唔知道神要救佢哋脫離罪惡，消滅罪惡權勢呢個仇敵。呢份蒼涼嘅誤解令全城轟動，將真正嘅王拒諸門外。羅馬君王凱旋進城後，會到神廟獻祭，酬謝神明，賜予勝利。神廟係鞏固帝國嘅政教權力，象徵帝國秩序。耶穌進城，反而以聖殿主人嘅身份潔淨聖殿，展示王權審判敵人外，亦反諷羅馬眾神嘅虛偽。佢推翻銀錢兌換商嘅台，譴責佢哋將禱告嘅殿變為罪惡充斥嘅賊窩。佢嘅怒火唔係宣洩，而係宣告舊秩序敗壞，並且建立新秩序。更有意思嘅係，佢隨後喺殿院裏面治好盲人同跛腳嘅宗教領袖，將殘疾病人排斥喺敬拜之外。新秩序則以憐憫同醫治為核心，舊體係以利益同排斥為原則，新群體以醫治同單純敬拜為基礎。祭司長睇見細路仔唱讚美時好憤怒。耶穌引用詩篇，表明天父樂意用孩童同飲奶嘅嬰兒，象徵無權無勢嘅人取代心硬敗壞嘅掌權者。耶穌咒詛有樹葉冇果子嘅無花果樹，係潔淨聖殿嘅神學注解，亦預示審判唔結果子嘅舊秩序。呢個象徵舉動呼應舊約先知，指責以色列有敬虔嘅外表，但係冇公義嘅果實。耶穌隨後將話題轉向移山信心同禱告，呼應舊約先知審判嘅預告。耶穌指出，教會新群體會得到取代舊體系，成就神子嘅巨大能力同權柄。舊秩序要連根拔起，新秩序要建立起嚟。祭司長同長老質問耶穌憑乜嘢權柄做呢啲事？佢哋質疑新王有乜嘢資格推翻佢哋嘅秩序？耶穌反問：約翰嘅洗禮係從邊度嚟嘅？巧妙咁將問題從人嘅行為轉到神嘅啟示，令到佢哋陷入困境。最終答：我哋唔知道。呢場質問係整個衝突嘅分水嶺，顯示佢哋失敗係因利益同自保。其實佢哋拒絕唔係唔明白，而係拒絕嚟自天上嘅邀請同啟示。呢位騎驢進城嘅君王要推翻嘅唔單止係腐敗嘅宗教秩序，亦係當代認為理所當然嘅帝國秩序。一切基於武力、掠奪同謊言嘅邪惡秩序。耶穌要建立嘅係用謙卑、愛同真理為基礎嘅天國秩序。你願唔願意建設呢個秩序？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
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